看到这一份中国国民党大佬们的声明，郭先生可以理解他们的担忧，但这名单上的人有多少人是人在曹营心在汉？有多少人是这种情况？因此，我们更担忧的是，如果这些30年来同一批人还在为台湾把关，还有很多百年世袭的中常委在把持这个政党，台湾人民不会认同如此迂腐的政党。这群守旧迂腐的中常委，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政党利益之前，把政党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前，这和郭先生当时返回国民党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。郭先生也不会眷恋这个政党。即日起，郭台铭先生退出中国国民党。来，神秘礼物。哎，神秘礼物，我说神秘礼物，一顶帽啊你。哎，这摆世界上行的帽啊是哪回事？补员工的哦。补员工。真的。那还好。哇。顺泽宫的，好，顺泽宫的。给今天中秋佳节，多谢。这个多谢哇，台湾的品牌，这么新的台湾品牌，多谢，正好也姓郭，对，我在，对，正好品牌，好来，这来，下去管理，多谢哇，来我看一下，来，一个莫忘初衷，好来，莫忘初衷，好了，第一点，好来，南北极了哈。我们大家这个初衷就是捍卫中华民国，要维护台湾的主权，要确保我们的民主自由的各种制度，来，第二上天指路，上天指路，上天指明路，和国家的人民来行。国家的领导者，做来做努力，这上天指一条上光明的路，互咱行，互咱选择，来，第三，顺应因缘，一切就是缘生缘灭，所以我们顺着因缘走，这个就是大道，道就是宇宙的能量，道是有无相生。无跟无相生，道是我们这个万事万物的一个运行的法则，所以这道足重要，所以顺应因缘就是顺应道，来，就祝大家阖家平安，阖家都健康，哇，这个每一位都可以来接受我们郭董他的一个祝福哇，来，神秘礼物，哎，神秘礼物，我说神秘礼物，一顶帽啊你，哎，这摆世界上行的帽啊是哪回事？补员工的哦，补员工，真的。那还好，哇，顺泽宫的，顺泽宫的。这点咱来送给郭董，祝伊安尼一切拢冠军，冠军嘛成功吗？我要有咧，我家己要有咧，来送，我家己要敬的，今日是要送给郭董所以伊就特别为迄个郭董去中华配，还是迄个拜托信任的有啊？都昨天早上人家送来。哇，特别帮郭董留一顶。对，我当然有2顶，一顶要送给他。郭董，对，我带起来，你看，来，这顶帽啊，意义恁大家拢知影嘛，得冠军啊！冠军，